好，即马中华文雅跳舞场出来的这个鸡卵是验到农药芬普尼。全台湾9个县市大约是15万粒的鸡卵来到价，是由市长强志公就宣布讲，对今日开始，文雅跳舞场逐工生产4万粒的鸡卵，要搭配检验，确定无问题才会放行。 18年过来头一届伫市面上所卖鸡卵验出农药残留芬普尼超过标准，是由市长强志公7日下晡亲像火线召开记者会，讲这个问题鸡卵拢是中华文雅跳舞场来的。即马开始会针对这个跳舞场，逐工生产4万粒鸡卵，100%搭配检验，确定无问题才放。 民众大量误食到芬普尼农药，还是可能会造成神经毒性，例如说意识不清、抽搐，有生命的危险。这个厂出来的一律高标准检验，直到这家厂已经是回归正常的检验的结果，因为你已经知道它是有风险的、有异常的。 我一定要这样做下去，我才能够确保民众的安全。强志公讲，11月初4将化工卫生局抽验发现个样了后，各间卫福部、农业部甲环境部都开始相关的应变流程。后续嘛到洗选场抽验，结果发现有4批鸡卵拢无合规定，分别卖予下手交的2品项目，拢总差不多有15万粒问题鸡卵，恐惊拢烧起，桃园市、高雄市等9个县市拢必须爱先落落来。我们有去抽验饲料。 那饲料的这个部分是合格的，我们就是要确保它都是安全的，才会猜出来。为了让民众安心，是由数码教民众安怎辨认问题鸡卵。伫洗选两点管所用的编号，第一段 I47代表验出问题的跳舞场。 045代表洗选场，第二段是包装日期甲生产方式。不过早起也是有消费者甲问题鸡卵摕来退货。说能不能退？他说可以啊，就把整个带来。可是我已经吃了，我说零散，他说没关系，你就有多少就拿来退多少。高雄市卫生局针对通路业者做处罚，因为红山大专联无积极回收问题卵，所以予人罚。再次稽查，发现该凤山分公司并未依本局指示，主动积极通知消费者。 裁罚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。小数指出，60公斤的大人，若是24点钟内食100粒问题鸡卵，才有可能达到短期健康风险问题。所以民众无需要先过烦恼。若是感染源，环境部已经积极伫调查，佮讲这个案是属有散发事件，未全面客站跳舞场。若是民众烦恼，会当即几工先卖食鸡卵。广西新闻采访报道。